如果你而家仲等緊樓價再跌多啲先買，你可能已經錯過咗歷史上最好嘅入市時機之一。今日我會用過去20年溫哥華樓市數據，同你拆解一個問題：2026年究竟應該買定係買？首先我哋睇返1月市場快照，12月市場安靜係完全正常，但一入到1月，市場開始出現變化，睇樓量明顯上升，新盤持續上市，同時部分獨立屋出現價格調整。呢啲現象代表咩？市場而家唔係冰封，亦都未到火熱，而係一個過渡期。而歷史話我哋知，過渡期往往就係機會出現嘅時候。好多人問我，而家個市會唔會好似以前咁跌完再回升？答案係有，而且唔止一次。過去20年，溫哥華樓市經歷過金融海嘯、政策收緊、疫情同埋急速加息。每一次市場都話今次唔同，但結果都係一樣。短期有調整，長期仍然向上。而家樓價回調，其實唔一定係壞事。當股市波動、資金不安，錢自然會現更穩定嘅資產，而房地產一直都係其中之一。歷史亦都話我哋知，每一個加息週期之後，最終都會迎來減息同埋資金回流。咁去到2026年，應該買定係賣？如果你係買家，而你打算持有3到5年以上，而家反而係一個可以慢慢揀、慢慢傾價嘅市場，供應多、競爭少、議價空間大，呢啲情況唔會長期存在。如果你係賣家，除非你係被逼賣，否則未必需要急，因為市場由買家時走向平衡市。第一樣改善嘅，通常係成交量，而唔係即刻反映喺樓價上。所以總結一句，2026年唔係 all in， 亦都唔係乜都唔做，而係一個提早部署、策略行先嘅年份。真正嘅贏家，從來都唔係等最低點嘅人，而係最早睇到方向嘅人。你覺得2026年溫哥華樓市會點行？買定係買？留言區話我知，我哋下條片再同你深入拆解。